大家好，又係我維尼姐 step by step 啦。嗱，大家有冇諗過夜晚瞓覺，一覺瞓醒，第二朝起身 log in 你嘅證券戶口嘅時候，赫然發現你戶口入邊啲錢冇晒。尋晚瞓之前明明睇過個戶口入邊啲藍籌股、收息股仲好地地噶，第二朝一起身，戶口入邊咧過百萬嘅資產咧唔見晒，剩翻萬零蚊，仲要係揸住一隻自己聽都未聽過嘅細價股。到底個戶口喺尋晚發生咗咩事呢？嗱，我唔係同大家講緊啲咩奇案啊，係講緊咧真人真事，證券戶口中咗釣魚攻擊啊！呢一類嘅騙案咧喺近呢幾年咧係錄得爆炸性嘅增加，數以百計以至數以千計嘅受害者咧，真係咧一覺醒嚟咧，第二朝一起身咧就破產，身家清零啊！大家睇報道都知啦，近呢幾年咧釣魚詐騙咧嘅案件咧係咁發生啊！咁但係咧根據數據顯示咧，原來咧釣魚詐騙咧近2年啊發生嘅宗數咧係有放緩嘅跡象噶。但係好離奇地咧，損失嘅總金額咧就不跌反升，增幅仲好驚人添啊！2025年啊，損失嘅總金額超過1億港元，比起2024年多咗足足成倍啊！呢個現象究竟反映咗啲乜嘢呢？就係釣魚詐騙已經進化到一個貴精不貴多嘅新階段啦，亦即係話咧，受害者人數係少咗。但係每一個中招嘅受害者損失嘅金額咧，平均咧都多咗好多。點解呢？因為而家嘅騙徒識得揀目標啊！嗱，其中咧證券戶口咧就係黑客瞄準嘅目標啦。因為證券戶口入邊咧潛藏咗好多又有錢啦，但係安全意識又唔夠啦，呢啲就係佢哋嘅目標客戶啦。唔掠你掠邊個啊？嗱，早2集啦，我就同大家咧詳細拆解過一啲真實嘅釣魚詐騙嘅案件啦，解釋咗俾大家聽咧，究竟黑客係點樣騎劫你嘅證券戶口，然後點樣喺你唔知情嘅情況底下，用幾十分鐘以至到幾個鐘頭咧，就可以極速將你戶口啲資產轉走噶咯。嗱，今時今日咧，科技咧發展得好快，就算我哋自己點樣小心謹慎都好啦，我哋都未必追得上騙徒咧嗰個詐騙嘅技術咧，不停咁進化噶嘛，所以係防不勝防啊！嗱，事態嘅嚴重，證監咧亦都咧睇到咧嗰個嘅問題所在，終於都出手啦！嗱，上個月咧，證監咧就發出通函，要求所有嘅互聯網經紀行同埋虛擬資產交易平台，喺客戶登入同埋裝置註冊嘅流程入邊呢，要停止使用一次性密碼 OTP， 改用較高強度嘅認證方法，例如係 Passkey 配合已綁定嘅裝置。咁證監呢就指出多個保安問題呢都係同一次性密碼有關嘅。一次性密碼並非可以防止偽冒詐騙嗰個認證解決方法，所以互聯網經紀行同埋虛擬資產服務提供者呢係要停止再用一次性密碼嘅登入方式，而且相關機構咧要喺發出通函嘅12個月裏面咧係落實執行，亦即係話咧今次證監咧就唔再係指引咁簡單啦 ，set 埋個 deadline 俾你，明年7月咧就一定要係停止使用一次性密碼，冇得再拖啦。同時咧，證監更加指出，大型嘅互聯網券商必須立即採取行動，亦即係話 deadline 雖然係1年啫，但係大行就冇1年時間係要即刻做嘢，因為大行用戶多嘛，所以中招個案亦都多，重災區嚟噶，所以證監對佢哋咧一定係特別嚴格噶啦。嗱，除咗確保客戶有一個穩健嘅 login 方法之外咧，券商仲要實施有效嘅偵測同埋監督措施，去識別客戶嗰個賬戶裏面有冇可疑嘅交易。如果有可疑交易咧，就要即刻通知客戶。可疑嘅交易就係同客戶之前嘅交易模式唔同啊。例如呢個客戶之前都唔買賣期權，又唔買賣細價股嘅，咁點解短時間裏面頻繁咁去交易呢？仲要係高買低賣啊，造成嚴重嘅虧損。嗱，呢種咧根本咧係偏離常態嘅操作咧，其實就係可疑交易。證券戶口咧應該係要即刻 identify 到出嚟，觸發風險警示，仲要及時通知客戶噶。講到一次性密碼嗰個風險漏洞呢，原來證監一早已經留意咗問題所在嘅咯。早喺2020年嘅9月啊，當時證監呢就互聯網交易嘅網絡保安風險呢，向業界發出咗通函嘅。咁當中呢，佢就已經明確指出啊，經電郵傳送嘅一次性密碼作為雙重認證嘅做法呢，並不可靠嘅。咁既然證監一早已經知道個問題喺邊度，咁點解當其時啊唔強硬出手，拖到而家先至嚟做嘢啊？
嗱，其實好大嘅原因呢，就係因為當時根本仲未有一個成熟嘅替代方案啊嘛。嗱，而且呢，因為證監過去咁多年嚟呢，佢對於業界係採取一個發指引啊、做檢視啊、循序漸進一個監管方法，即係話呢，等業界自己自行去改善啊。但係由2020年證監發出呢個指引，去到今日6年啦。唔少證券行去到今天仍然係沿用緊呢個一次性密碼作為雙重認證嘅噃，好明顯啦，單靠指引根本就唔 work 啦。嗱，再加上近呢2年呢，釣魚攻擊嘅案件呢係爆炸性咁增長，去到一個呢已經失控嘅地步啊！再咁拖落去呢，香港真係成為黑客嘅天堂啊！再加上近呢幾年呢，防釣魚攻擊嘅密碼登入方法呢，亦都逐漸係普及同埋成熟咯。嗱，證監呢今次呢強硬出手啦，咁距離發出通告至今呢已經1個月噶咯，咁各大券商嗰個嘅進度又點樣呢？同大家跟進一下啦。嗱，IB 咧早前咧就已經向所有嘅客戶咧就發咗 email 啦，就通知咧大家咧而家已經全面咧推出咗 passkey 嘅支援噶啦。傳統嘅 2FA 雙重驗證碼咧就將會逐步咧被 passkey 取代噶啦。咁而且咧喺今年嘅8月31日起咧啟用呢個 passkey 咧將會成為強制嘅要求啊。嗱，至於富途牛牛又點呢？作為受到釣魚攻擊嘅重災區之一啦，咁咧富途牛牛咧喺較早之前呢，亦都已經推出咗 passkey 呢個登入方法噶咯。幫助嗰欄呢就有圖文並茂嘅教學啊，教大家點樣去建立呢個 passkey 噶。嗱，至於其他嘅中小型券商又點呢？例如長橋啊、老虎啊嗰啲呢，暫時呢就未見到有動作，喺佢哋嘅網站入邊呢，亦都未見到有相關嘅資料噶。嗱，究竟 passkey 係乜東東嚟嘅呢？嗱，科技呢越嚟越進步啦，我哋呢唔可以抗拒接觸佢嘅，因為呢啲技術呢係可以保護你嘅身家嘅。你唔識又唔肯用，係都要用翻傳統嘅方法去登入你啲證券戶口嘅話呢，咁黑客唔揀你嚟到攻擊，咁揀邊個呢？咁係咪真係咁安全呢？嗱，以下咧就解釋下俾大家聽咯。passkey 咧中文咧係通行密鎖啦，佢咧就係由 Google 啊、蘋果啊、Microsoft 啊呢啲科技巨頭咧聯手推動嘅新一代網上身份驗證嘅標準啊。佢用嚟咧係取替而家我哋用緊嘅一個傳統嘅密碼方式嘅。傳統嘅密碼大家都知有幾煩啦，個組合咧又要有英文字啦，又要有數目字啦，又要大草又要細草，仲要有符號。你話人腦點記呢？根本就冇可能記到咁多密碼。仲有就係呢啲密碼咧係好唔安全嘅，因為喺你輸入嘅過程入邊呢，如果你用 WiFi，你可以俾人攔截到，你個頭頂嗰部 CCTV 可以影到，你隔離嗰個人企喺度 𥄫 過嚟，亦都可以睇到。咁所以又唔安全又麻煩。至於一次性密碼都係一樣，因為佢都係一組密碼嚟噶嘛，佢一樣可以俾黑客攔截到嘅。但係 passkey 嘅出現呢，就徹底改變咗呢種過時嘅密碼方式啊！嗱，當你啟動咗 passkey 嘅時候呢，咁你部手機呢，就可以幫你咧係 generate 到2條嘅密碼出嚟噶。咁一條鎖匙咧就係 save 喺你個手機嘅晶片入邊啦。咁我哋叫佢做 private key 啦。咁因為 save 喺你個晶片度啊嘛，你自己都睇唔到噶。而且咧你用嘅過程咧，你就一定要用生物認證，即係 Face ID 啊、指紋去解鎖。咁再加上 save 喺個晶片度，佢唔係透過網絡去傳送嘅，所以咧中間人係冇可能攔截到噶。嗱，至於另外嗰條鎖匙咧就叫做 property key 啦，佢咧就係 save 喺證券行嘅 server 入邊。咁每次你 log in 嘅時候咧，呢個 property key 咧就會核實一下你個 private key 係唔係呢個人啦。咁只要核實到個身份咧，咁就可以登入噶啦。咁而且咧，當你咧啟用呢個 passkey 嘅時候咧，其實 passkey 咧係會自動綁住咗咧呢個官方網站嘅 domain 嘅。咁所以咧你唔使擔心話去咗個假嘅釣魚網站，因為你去咗個假網站咧，你咧 passkey 咧係 log in 唔到，唔會成功嘅，因為個 domain 係錯啊嘛。換句話講咧，我哋用咗 passkey 之後咧，就唔使記住一大抽嘅密碼啦，你部手機咧就係你條鎖匙啦。如果黑客要騎劫你個戶口，就一定要攞到你個 passkey。咁要攞到你個 passkey，唯一嘅方法就係黑客咧要騎劫咗你部電話啊，同埋仲要騎劫埋你個人喎，因為你部手機係需要用 Face ID 去解鎖噶嘛。所以如果你用咗 passkey，你都俾黑客騎劫到入到呢個戶口嘅話咧，咁呢個就唔係 passkey 嘅保安問題啦，呢個咧就係你俾人綁架行劫啊。咁其實咧而家咧你去 Google 啊、蘋果啊、Microsoft 嗰啲平
平台 login 呢，佢哋一早已經全面支援用緊 passkey 噶啦，大家得閒呢可以自己去設定去開通佢啦。不過呢，喺金融界方面呢，而家呢就係證監出手啦。不過我相信喺呢個大趨勢之下呢，各大嘅平台應該好快就會逐步更新佢嘅系統噶啦。咁以下落嚟呢，我就示範一下呢點樣喺 IB 嗰個戶口嗰度呢去啟動 passkey 咯。咁其實呢個個戶口呢喺啟動 passkey 呢嗰個程序呢都係差唔多嘅啫。咁所以就算你唔係用緊 IB 嘅話呢，你都可以參考一下點樣做噶。首先第一步就係登入你嘅 IB 戶口先啦。咁入到去戶口呢，右上角呢就係揾翻嗰個設定出嚟啦。跟住入邊呢就會有一個叫 Security， 然後呢就再入去呢就揾到一個叫做 Secure Login System。跟住第二步呢，就係登記你個 passkey 咯。咁你見到呢一頁嘅右邊呢，係多咗一個呢叫做 Register Your Passkey Device 嘅。咁你可以俾翻個名俾你個 passkey 啦，跟住你就可以撳 Register 噶啦。咁呢個時候呢，個畫面呢就會彈出一個 box 出嚟啦。咁呢個 box 呢，你見到呢，佢呢就問你啦，你想選擇你將個 passkey 係 save 喺你嗰個 iPhone 啊、iPad 啦，定係啲手機嗰度呢？還是另一個選項呢，就係save喺 security key 啊。security key 咧，其實就係一個 hardware 嚟嘅，即係一個實體嘅鎖匙啊，好似 USB 咁噶。其實我哋部智能手機咧就已經係一個 passkey 嘅儲存器嚟噶啦。咁我哋就揀呢一個上面個選項，就係 save 喺個智能手機嗰度啦。跟住第三步，你就會見到咧有一個 QR code 咧彈咗出嚟噶咯。呢個時候咧，你就將自己部手機啦向住個 QR code scan 佢啦，跟住咧就要 Face ID 去解鎖啦。咁然之後等一陣去撈咗陣之後咧，咁你就見到咧 passkey 咧已經建立成功，咁就完成咗噶啦。咁下次再 login 翻個戶口嘅時候會有咩變化呢？咁而家咧我就試埋俾大家睇咯。嗱，嚟到呢個 login page 啦，咁咧其實咧就正常，如果我哋用 passkey login 嘅話咧，應該係連 username 同 password 咧都唔需要輸入嘅。咁我相信咧有可能就係因為新舊登入嘅方式而家係一個過渡期啦，咁所以仍然係保留咗喺度啦。咁我哋就照輸入翻 username 同 password 啦。login 之後咧，佢就會顯示咧係用 passkey device 嘅咯，佢就會咧出現咗個 QR code， 跟住又係用部手機 scan 佢。只要你冇用錯手機 scan 嘅話咧，你真係用緊嗰部 passkey 嘅手機去 scan 佢啦，咁你就 login 成功噶啦。咁其實要全面咧更改今次呢個登入方式嘅話咧，牽涉一個龐大嘅 IT 系統啦、API 對接啊、安全測試啊等等嘅成本。大行好似 IB 啊、富途啊呢啲咧，就因為有資源啦，好快咧就可以咧跟得上。咁但係中小型行咧，始終資源有限啦，所以咧係需要啲時間嘅。咁但係隨住 deadline 一直喺度倒數啦，相信呢啲中小型嘅證券行咧，亦都好快咧會陸續更新系統噶啦。咁如果你用緊嗰間行咧係已經可以支援 passkey 嘅話咧，咁就快脆啲 activate 佢啦。話晒咁都安全啲啊嘛。好，今日就同大家講住咁多先，拜拜。